稣领受圣灵，所以得到祝福，所以他们就讲了不同的腔调，特别是不同的语言来向人传福音来向人传福音。那其实圣灵降临节在基督教来讲是3大节期之一，就是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圣灵降临节。那我们从圣灵降临节看见这个犹太人历史的渊源非常的宝贵，因为他们都有互相连接的关系。圣灵降临节呢，它是从犹太人的3大节期之一，我们叫七七节，比较少听了但是我们就知道说，犹太人他们出埃及50天，上帝在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那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七七节就是在纪念纪念我们记得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节期叫做逾越节，也都跟出埃及有关，对不对？好，那犹太人呢，他们这种节期直到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又跟逾越节连在一起了。然后他复活升天，然后50天，复活50天，然后升天10天之后，50天，一共50天，圣灵又降临，所以刚好旧约跟新约都连结在一起。我们今天就是要纪念圣灵降临节，也一起领受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那我记得在准备这个圣灵降临节的信息的时候查一查，我们这2、3年的这一个疫情很巧，通常都是在2021年的时候是母亲节过，我们准备要迎接圣灵降临节，就疫情又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政府宣布说，所有的礼拜堂团体聚会不能超过100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是5月下旬全部教会的会友都不能来教会，只有少数几位来侍奉的同工，那是2年前。那去年呢，就是在我们的复活节过了，我们举行一个联合的这个礼拜，还有庆祝，还有那个圣歌队的跟乐团的演奏。那隔礼拜我们也暂停了，一切都停顿掉了。那今年迎接圣灵降临节，我们又听到疫情又有爆发的现象，所以现在又鼓励大家尽量能够戴口罩在众人聚集的地方，因为好像有疫情有复发的趋势了有听到几位弟兄姐妹有感染请大家也保重。感谢主，在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走来蒙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领受这个圣灵降临，神给我们什么样的话语我们因为等一下有圣餐，还有医治祷告，所以我们会缩短一点。那下个礼拜能够再讲更完整。我们今天第一段经文叫做耶稣他宣布圣灵，要赐给圣灵。那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些复习啦。第2段经文就是保罗他遇见约翰的门徒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从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学习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宣告什么呢？宣告要赐下圣灵。宣告赐下圣灵，从这段经文里面有3段重要的事。第一个，主耶稣说要祈求父亲赐给你们另外一位慰助者。他新的翻译叫慰助者，那我们和本就是保惠师。那慰助者跟保惠师这3个字，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做基督徒的保惠师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楚。那慰助者比较有描述他的一个性质啦那其实我们都可以从原文里面去找到这个慰助者、保惠师他原先的意思，而且不只是求保惠师跟你们赐给你们，而且重要的下面这句话，他永远跟你们同在。所以这位保惠师不是突然间光临来到我们当中当来宾当超级巨星，大家欢呼结束了要走了，也不像我们
台湾最近很流行那个演唱会，哇，哪一个什么样的超级巨星来了啊？大家抢着买票，然后去一起嗨热闹，然后又马上走了。你即使跑到饭店去守着拍个照，他还是走了。我们这位超级巨星圣灵，他是永远跟我们同在。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根据跟你们的重点。那保惠师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叫辩护者了，其实是辩护者。那辩护者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文字也蛮老旧的。其实如果用今天的话，就是律师。你知道律师在做什么事吗？律师专门做辩护嘛。我们遇到什么苦情啊，我们冤枉啊，当然也有人是因为犯罪，想要得到更轻一点的审判啊，所以律师要为他讲话，站在这个当事者的他们的权益来为他辩护。那圣灵他就是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这一群罪人做辩护，同情我们，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许许多的苦处，圣灵好像在神面前替我们讲话。那最代表的话就是一句话：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不是我们有多大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条件，而是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原先被审判、被刑罚的、被定罪的，在神面前能够得到新的一个拯救。所以耶稣又解释了圣灵，他说：“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啊。”好，真理的灵，那非常的宝贵。耶稣讲的这段话，他又解释说他是真理的灵，而且呢，这个真理的灵有它的特色。他这边写如果按照原文的经文是写说，世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真理的灵那么宝贵，但是一般的人不认识不认识、看不到、不接受，那什么事情都逃不过这三个啦。圣灵根本跟一般人完全无关，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看不见、没感觉。但是耶稣讲了下面这一句，对我们基督徒这真的很重要。他说：“但是你们认识他。”弟兄姐妹，你认识他但是真的认识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嘛。你到底怎么认识的？我们跟一般世人感官一样嘛，知识也一样嘛，我们的身体状况也都一样。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认识，那世人不认识？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下面这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啦，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到底认不认识圣灵，大家不要辩你说我圣灵的书读了好几十本啦，没有用，是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常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认识圣灵的基础，最基本的。所以这个就不是知识啦，就不是所谓的我们的那个理智上的认知啦，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你的 DNA 里面，你的一个呼吸，一个喘息，圣灵都在你里面。那这个就在界定人跟神的关系有多亲密。那我们在追求这一个，我们在祈求神圣灵的同在在这里。耶稣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在这个第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再来到你们这里来。”既然圣灵要常常与你们同在，在你们的生命里，当然我们就不是孤儿啦。台语叫做“无爸的囝”，听起来很可怜很可怜。孤儿这个可怜的身份，在神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们都因为圣灵的同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那么宝贵的身份，唯一会让我们感觉不怎么明确，是因为我们常常
陷落到世人的那一种感知里面，因为世人他不认识，他看不见，也不接受。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从世人的一个范围走到认识圣灵的范围，接受圣灵的范围，让圣灵同在的范围里面。所以保罗才在他见到12个门徒的时候，他讲了这些话。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哈。这个是保罗有一次到以弗所，以弗所我们常常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很多精彩的对话哈那个图画也常常看得到。那个以弗所就是在爱琴海的稍微南边一点哈它是在海港的城市。我们如果上过我们那个孙宝林牧师的《使徒行传》，哇，你会看到那个都市多漂亮啊！哇，漂亮的不得了。以前在2000年前能够有那么大的城市规模，实在是不简单哈。这以弗所的对面的海边，就是在对海上有一个岛叫做拔摩岛，就是约翰长老被关在那边写启示录的地方。好，你看了这个有印象哈？他们早期2000年前的图书馆到现在还在，都是大理石盖的哈。他们的街道现在的街道都是大理石铺的哈。好，那特别这段经文，如果看牧师跳过来那个投影片不方便，你可以看周报。他有写说，亚波罗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旅行经过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换句话说，这位当时很著名的教师亚波罗，在另外哥林多的地方，在海的对面。那保罗是来到以弗所。好，那来到这边干什么呢？他记下这段经历了。他说，有12个施洗约翰的门徒，12个。他问说：“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看来保罗当然有人说大概他没有见过耶稣，但他因为属灵经历看过耶稣。那从施洗约翰到耶稣，那到保罗为什么会碰到约翰的12个门徒，马上问这一句？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情境去理解，可能会觉得说很多重要的事不讲，为什么会讲这一句？那其实重点就在这边，因为我们知道，在初期，当耶稣升天之后，他说赐下圣灵，很多人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跟着约翰的教导，跟着亚波罗的教导，很多人对整个耶稣拯救的全貌并不完全理解。更不用说当时在《使徒行传》所记载，很多人是因为他们认为到底要先成为那个犹太人才成为基督徒呢，还是外邦人直接成为基督徒就好，不要成为当时的犹太人？哇，类似割礼这些事情，哇，那个时候意见纷纭而且冲突是很严重的很多人要杀保罗，就是跟这个原因有关那这个是孙宝林牧师给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很强调的部分。那所以保罗他传福音很重要的，不只是传耶稣的救恩，他又讲了圣灵，是因为他知道他也是透过圣灵来认识耶稣的。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灵保罗到底有没有跟他接触过，没有记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保罗那么慎重的看到这些约翰的门徒讲这句话，同样今天牧师好像也问你们这一句：你当基督徒当那么久了，你们有领受圣灵吗？这个成为一个完整的或是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的一个基本。以前各教派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到21世纪，我们都知道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每一个都要领受。
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我刚刚说为什么保罗会那么强调？因为当时各种学说都已经到处传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媒体啊、书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个讲课啊、讲堂啊，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更热情的、口才更好的，可能更多人相信，那产生很多的混乱。其实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如果你有读一些教会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其实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不是有神性？早期的教会还是论的哇不得了，他闹得很久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主后325年，那个时候有开了一个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大公会，所有各城市的主教，所有各城市的领导者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啊，罗马已经接受基督教了，所以呢，就由皇帝召集说啊，你们论了那么久，干脆来尼西亚，尼西亚就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哦，开一个会。那个时候才正式宣告说，如果是正统的基督教会，我们就是接受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真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神，不是人，不是人所造的，哇，就确定了耶稣基督的神啊！所以有一个尼西亚信经哦，我们长老教会如果说正式接受的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因为他把耶稣的神性完全的讲清楚。但是耶稣那圣灵呢？圣灵更久哎，就是说大家还是论到底圣灵到底是一个力量、一个能力而已呢，还是也是上帝？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按照历史的记载，一直要到主后451年，你看，快500年呢。那我们要经过几个世代啊？太久了，对不对？到451年才正式确认，在加克敦，在一个地方叫加克敦开了一个会议，正式接受圣灵。所以三位一体的名称，三位一体的信仰。是到400多年才整个教会历史才我们就完整的接受。那难怪保罗会在初期的教会那么拼命，一直要传复活的主，一直要传说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我们如果在那个时代，我们会看到保罗为什么那么样的迫切了哈。那今天基督徒都理解了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是要从知道圣灵上帝进入到跟圣灵同行了，那个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要最大的重点。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当时会跟这些学生说，约翰为悔改了的人洗礼，但他要以色列人们信他在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连约翰的门徒他们都无法完整认识圣灵，也无法清楚原来他们信了这个约翰。约翰说：“我为他这个提鞋子，或是为他做最卑下的工作都不配的耶稣。”所以耶稣保罗才那么强调对这些门徒。我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我们知道看圣经很多数字的对比哈。我们刚刚不是说有7节配合后面的5旬节，对不对哈？这些数字都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地位。那耶稣有12个门徒，保罗为这约翰的门徒也是12个。好，这段话很有意思。保罗为门徒们按手，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灵语，又宣讲上帝的信息。路加是写使徒行传的，这段话有很深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说，主耶稣他说要赐下圣灵，那谁负责这个？谁负责说谁说了算？保罗为约翰的门徒，他们本来不认识圣灵，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圣灵降临，他们说灵语，又讲上帝的信息。这证明什么事呢？是主耶稣将他的恩膏赐给了保罗，让保罗能够执行这一个圣灵临到他的百姓，或是临到学生这个按手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一个仪式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啊，牧师要就任要按手，要封牧，我们的长老要任长老要按手，这个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是因为我们求圣灵亲自赐下恩膏。你有很多恩赐，你有很多的才能，但是恩膏是神所赐的，不是牧师按手的。牧师可以差派，但是圣灵同意。所以我们说，一群人是被招出来的，招是一个，出来更是重要。有人被招，但是不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位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教派叫召会，他们就用这个名称来讲。召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群被招出来的，被圣灵所膏抹的，所以要接受圣灵。召会他们一旦有新朋友来，只要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就马上帮你施洗了，因为他认为就像保罗一样，马上就要让你圣灵的充满了。所以重点在这边，我们不是看到说啊，圣灵降临啦，他们讲灵语啦，他们讲上帝的信息，这个是因为要印证保罗从神领受了这样的恩膏的祝福，但是不是一直停留在这边。换句话说，这个是圣灵同在的印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这个现在让他出去外面跟人家讲话啊，在做工作，在家庭里面一直讲灵语啊，人家谁听懂？所以意思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信号，一个记号。但是圣灵的同在不是一直这样子，难怪当初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人家说他喝了新酒，对不对？好像喝醉酒了。你不能天天喝醉酒啊。所以圣灵的同在是有多样貌的，但是我们怕的是很多基督徒哦，只认识了一半，只知道一半。哇，天天追求什么特会，要被按手，要被祝福哈，甚至被击倒。然后出去外面原貌又回来了，老毛病又犯了，啊，根本没有什么圣灵同在的那个见证嘛，都没有嘛，啊，一样发脾气，一样说谎话，一样做生意啊，不按照规矩来，哇，那这有什么用？所以重点是在于保罗要为这些门徒按手，要见证圣灵同在的记号。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圣灵的同在，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工作上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圣灵降临的季节，我们怎么样跟神、跟圣灵同行？我们今天只要讲到说，确信这个圣灵的同在跟力量，我们要接受它，而且要迎接它。感谢主，保罗因为同样为12个约翰的门徒按手，他得到了这个属灵的权柄，这个权柄也一直成为基督教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传承。所以我们是接受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21世纪就是圣灵动工的大世纪。以前还有分什么教派？这个是灵恩派，这个是五旬节派。啊，这个是神召会，他们比较注重圣灵啊，我们不注重。啊，这个现在这个21世纪，大家已经因为媒体太发达了，这个讯息也太发达了，大家不再分了。所以有人这样在讲说，现在是一个后教派时代。因为你可能同样在长老教会聚会，你在 Good TV 听到一个灵恩派的牧师讲道，你到外地去又跑到不同的教会参加礼拜。你到底怎么分啊？又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是圣灵的时代，因为圣灵的动工在这个时代，才能够让千千万万在中国大陆的百姓信主，在拉丁美洲，在非洲，那不是人能做到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他能做到事，但是要透过人来做。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奇妙哈，神能做任何事，但是他要他的百姓一起做。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主耶稣被圣灵动工，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被圣灵所带领的哦。好，我们说第一个重点是耶稣被圣灵充满的证明，在路加福音做了很多的见证。啊，牧师
简单提出那个经文有提到的，你可以看上下，所以查考圣经，看见这个被圣灵充满，耶稣有属灵的圣灵充满的一个见证。第一个，路加福音3章22节，圣灵有形体的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布置有鸽子，是看到这样的经文鸽子来象征圣灵。第二个，路加福音4章1节说，耶稣充满着圣灵。第三，路加4章14节，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第四，18节，耶稣说，主的灵临到我。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知道，耶稣在世上，当以肉体的形式存在的时候，他是有圣灵带领他做这样的工，他行神迹，他宣讲神国的道理，他医治人，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去认定圣灵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运作呢？我们可以再一次复习这段这个理解哈。我们可以说，圣灵的降临就是上帝第二次，我可以说是第二阶段的道成肉身。我们知道第一次的道成肉身就是圣诞节嘛。我们说上帝第一次道成肉身，圣灵借着玛利亚诞生为人，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这是神的大能透过一个肉体的人耶稣来展现出他道成肉身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章的上面所记述的，他是耶稣他的任务33年，他回到天上去，他还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记得2-3个礼拜前，我们一起分享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嘛。那个是还比较后面一点的哦。前面耶稣在跟学生在的时候，就跟他们宣告说：“我将要离开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有圣灵要赐给你们。”就是第一段经文我们所看的约翰福音14章那段经文，要求上帝赐给你们圣灵、保惠师，而且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做。圣灵降临节是上帝第二次道成肉身，就是它不是只在耶稣身上，而是进入到你跟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的身上，借由我们的身体来道成肉身。每一个人都有圣灵，都是圣灵的以马内利。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圣灵的动工，我们有圣灵的应许。有人只追求那个特会那种兴奋、那种热闹，一出那个礼拜堂的大门，或是出了会场就没了。那有圣灵一直同在吗？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样的理解去认知啦，圣灵的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在你我的身上。为什么很多人他能活出美好的见证，他能活出传福音的力道，他们能够活出在遇到恐惧当中仍然都勇敢主持公义、坚持真理呢？因为圣灵跟他同在，他的成分多高。那有的人可能只知道，但是根本没有求圣灵跟他同在，或是说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用肉体的方法，用自己血气的方式去处理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道成肉身以马内利，到底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可能不一样。有人是坚持到底，一生持守；有人是遇到什么困难就反反复复上去了又下来，上去又下来。神要在你的身上，是因为你愿意追求，愿意求圣灵跟你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里面有写到说，圣灵是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祈求父亲，他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个慰助者，永远跟你们同在，是永远，不是暂时的，不是临时的，不是我们台语说一句话叫做问导游，有没有听过？问导游就是站一下就。我们常听到另外一句话叫控底吧，控要卤的到位全部都到位。再来，因为这样子，我们有这样的确信。耶稣说：“我要求上帝赐给你们圣灵，而且这个圣灵呢，是降临在你们身上，让你们每个人都拥有，然后
耶稣才会讲这句话。我们被应许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啊。我们突然间看到这句话了，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是翻译错误，或者有语病？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怎么有那个胆子讲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所以耶稣在讲的是用人的角度。耶稣当时在巴勒斯坦那个小小的范围，顶多到加利利，最多是到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就是约旦的源头嘛，约旦河的源头嘛，就是那些地方而已。他从来没有出过国啊，不像我们现在飞机一飞要飞那么远。所以他的讲的意思是说，我用肉体的方式所做的事情，你们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你们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的道成肉身，所以你们要做耶稣的事。换句话说，刚刚我们讲那一句话，上帝能做每一件事，但是如果没有你，他就不做。他要透过他的门徒，透过他所呼召来的这一群人，来为他完成上帝国的大事。所以，你愿不愿意？你接不接受？你同不同意一起做？那再看到底耶稣说能做的更大的事，到底做不做得到？所以耶稣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好，耶稣一个人做了这些事情，100个、1000个、10000个、1亿个人做的事，那当然从数字上来讲，一定比耶稣做的更大，因为神就是要这种方式来成就他的美意嘛。他说：“因为我要到父亲那里去。”耶稣到父那里去，圣灵来邀你们一起做耶稣做的事啊。所以很多人领受呼召，去传福音；有人到职场上为主做见证，在家庭里面做见证，在学校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制，所以我们先认知说，你我都需要圣灵，而且需要圣灵的同在，道成肉身，而且要活出主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在生命当中一直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可以讲得更完整一点。我们今天有一个短短的结语，比较轻松的话来做比喻，来做结束。我们说基督徒不读经、不祈祷，而且经历圣灵的内住更新。你不做这个，你可能做基督徒做了20年、30年，从小都是基督徒了。但是你不做这个不读经、不祷告，也不做礼拜，没有经历圣灵内住，什么比喻呢？就像被邀进皇宫用餐，却仍然用免洗碗吃泡面啊！人家一个大餐在那边，你就光只吃泡面。你这个丰盛你根本感觉不到，或者说你内心贫穷到觉得这样就够了，是饱了，你没有经历到神给你的丰盛。今天如果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话说，你根本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啦。你坐在金矿上当乞丐啦。你去米其林餐厅吃那个便当。神那么丰盛，那重点是在哪里？我们常常被陷入主耶稣讲那些话，一般人不认识、不接受，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所以基督徒怎么样让生命改变，让你跟圣灵同行？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你忧虑的事、烦恼的事、做不到的事，就不再困扰你了。那整部圣经就是为这些做见证。那问题是在于说，你经历圣灵，你跟圣灵同行，你被圣灵道成肉身，到底你的程度到什么地方？愿神让我们一起经历到这样的大能。所以主耶稣他的爱施给每一位。我们不在这个教堂里面，或是在基督徒的场合说你的地位比较高比较低，在神面前都同样伟大，都同样更珍重，都同样是领袖，只是差别在你有没有被圣灵同在，被圣灵带领去做他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一个祷告，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来得神的祝福。然后也请长老本堂牧者的预备心，我们先来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满满的恩典跟祝福，因为我们知道有圣灵同在，圣灵的降临才有意义。我们不是在纪念一个节期，也不是在理智上认知有圣灵，是因为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位慰助者、保惠师，他要跟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常常因为不认识，或是惊慌，觉得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都不自在啊。神认识我们，神了解我们，我们任何自己的一点一滴都不能逃过神的眼睛。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就坦然，我们就乖乖坦白的交托给主。我们就发现，被神所引导的生命，才是得祝福的生命，没有忧虑的生命，没有冲突的生命。主啊，愿我们成为跟圣灵同行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足，我们力量不够，或是我们的坚持不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我们要一起透过圣餐来见证神的同在。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